闽南语连续剧大下注。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我干那想要好好甲你参详。小弟，你甲我讲，阿福啊失踪是不是甲你有关系？你是不是惊阿福啊认做归宗了后，会倒来分咱当家的财产，所以你才叫人来参加？小弟，你甲我讲。阿福啊，伫咧倒，伊是生还是死？你嘛知影，阿姨是阿福的亲生老母，你唔通互一个老大人为着伊的囝，这尔着急，这尔紧张，这尔烦恼好。小弟，我拜托你，你甲阿福啊藏伫什么所在？你甲我讲好。建州，自从我嫁来东家头一天开始，在我的心肝内，只有东家，只有你。不管我做什么代志，拢是为着要保护东家，保护你。那你阿福啊，敢讲你掠阿福啊，是为着要保护咱东家，保护我？我知影阿华是你阿兄，我无可能做伤害伊的代志，你爱相信我。既然也是安尼，为什么你无爱让阿福倒来咱东家？你搁叫阿姨搬出去，你到底是咧惊啥？东家的财产对我来讲根本都无重要。无重要？那你什么物件对你来讲是重要？是我，对无？要过你也知影，假使你若伤害东家任何一个人，我这世人永远都无可能原谅你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是惊阿福来东家，因为我以前所做的代志来保护我。也毋过，我无做伤害阿福的代志，你爱相信我。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若唔肯坦白甲我讲，就算我甲你讲，你敢会相信我？你敢会体谅我？假使你若唔讲，我这世人就会怨恨你啦。地契，你摕迄地契是要创啥？这甲阿华失踪有啥物关系？我就是摕地契要去救阿华啊转来，也毋过阿华伊毋去。阿环，毋是我叫人甲阿华藏起来，是阿华甲阿华掠去啊！阿华是什么所在？你去讲啊！你紧去救伊，你紧去救伊啦！你来，你讲啊！阿凤娘到位，紧来去找来找伊，紧来！我找你去，我找你去。你会想要创啥？我是来甲你讲一件好消息。即马除了陈建忠以外，阁有另外一个人会来救。什么人？周文英，你捌？周文英，你讲绝对做咩来啦？我无对伊安怎，我只是去找伊。他讲，若要救你，就去救刘翔。你怎么要叫伊找苦中金？什么？不要你，你不要叫伊找伊，不要你。
建昌，你莫烦恼啦。拄则吼，先生毋是有讲过，你敢若有多伤啊尔啦。福啊伊，我实在想阿华甲阿元敢有冤仇？是安怎阿元？要掠阿福啊？你会当甲我讲无？即摆我的亲母姨，甲我的亲阿兄，拢倒伫咧遮，这是为虾米？你会当甲我讲？苦属天，阮等下到底亏欠你啥物？你为虾米要安尼折磨阮等下啦？你会当甲我讲无？你人莫食冤家啊！安尼会吵着别人诶。为你伤心，等你回阮声。即马坚强，汉话拢无想要听我讲啊！在伊的心肝内，对我只有怨恨。假使讲，伊若知影邱文英搁活在这个世间，安尼我就啥物拢无啊！邱文英，我只有去救伊。这个吼，念咪就转来，你先困啦，好乖，来啦，先困啦。我就若是转来，你一定要甲我叫。好啦，好一下转来，阿姨一定甲你叫吼，你乖。好兄嘞！你昨暗讲的话，敢有准算？头家娘，我甲阿福兄，甲恁陈家人无共款。阮讲出来的话，一定做甲到。假使阿福兄无代志，我甲阿福兄会离开这个所在，会永远消失伫你的面头前，绝对袂搁踏入陈家的一脚。你就怎？头家娘，
遮侪年来，就算讲毋是为着建厂，为着我的囝，我早就用去转去陈家。我无转去陈家，无去找建厂，你敢知影是为着啥物？你一定唔知影，我是为着我的囡仔，嘛是为着你，为着我，头家娘，我无希望建厂为着我将你赶出陈家，我无希望用我的嘴。互你人啊无感情无好，我嘛无希望因为我这个下骹手人，将恁陈家一切拢毁掉。所以我愿意，永远拢怀记建厂，将我囡仔留伫咧陈家。这就是我对我家己上大的处罚。头家，阿凤兄到底伫倒位？伊参伊的阿母，即摆在病院。病院？你到底是对因安怎？我无对因安怎，因为淡薄仔受伤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无啥物要紧啊。受伤？因哪会受伤啦？你莫问遐济啊，你紧去看伊。我相信阿福啊，会甲代志拢甲你讲。别管！别管！阿福，阿福，阿福，你要紧袂？会听无？你是安怎？要替我互抬倒？你遮做伙啊，嘛不愿意。都是因为我才做伙啊。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总讲会死，嘛无啥物遗憾。也毋过你还阁少年，你要行的路还阁真久长。而且你阁还未结婚生囝，我要哪会用互你有啥物差错？想袂到讲，咱两个人会当好好啊讲话，竟然是伫这间病院，住伫同一间病房内面。敢讲这都是天公伯的安排式？阿福，我知影你还阁在怨恨我嘛知影我对你有真多亏欠，我生你，无甲你饲，是我唔对。互你踮陈家做20几年的长工，是我唔对。互你排着私生子的恶名，更加是我唔对。为你伤心你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互你排着私生子的恶名，更加是我唔对。也毋过我真欢喜，我真感谢天公伯啊，会当地互我寒茶软一半较加的时阵，搁再看到你。我看你活甲遮尔好，心肝遮尔善良，我真满足，我已经真满足啊！
你敢知影？在我家己一个人住的时阵，阮厝边隔壁的人，大家拢叫我欢喜阿婆，因为我逐工都拢欢欢喜喜，无烦无恼。但不过我逐工暗时的时阵，我拢定定在想，假使讲多一天，我哪会当阁看到你？我要甲你讲啥物？